港島電車線屈地街附近一帶，以前叫做石塘咀。今日嗰度同其他嘅地區一樣，大廈林立，四周圍都係商鋪。但係喺仲未禁娼之前，呢一度曾經係一個脂粉之地。當時嘅富商巨賈、富家公子，日日都會嚟呢一度尋歡作樂。呢度除咗有燈紅酒綠、紙醉金迷嘅大酒樓之外，仲有一啲私人嘅俱樂部。當時叫做館口，而且個個館口都有一個好文雅嘅館名。喺全盛時期，石塘咀一帶單單係妓仔就有50幾間，妓女有2000幾人，所以啲嫖客都叫呢一度做塘西風月。其實早喺1845年，當時香港嘅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就以娼妓會傳染性病為理由，想將妓女驅逐出境，但後來發現根本上就搞唔掂，於是乎港府就改為向妓女抽稅，一直去到1929年，英國工黨政府要求港府以新加坡為榜樣，關閉所有嘅妓院。但係時任嘅港督貝路就相當擔心啦，因為驚取消妓院會動搖華人嘅忠誠同埋信心，就係咁側側膊，一直去到1935年嘅7月1號，香港先至正式宣布全面禁娼。妹姐同哥哥主演嘅《胭脂扣》就係講述喺呢段時期嘅故事。後來政府禁娼之後，石塘咀一帶好多嘅妓女就搖身一變，改以歌女嘅身份去酒樓嗰度陪酒，亦都有啲妓仔索性就換咗個招牌，變成導遊社繼續公開營業。咁呢啲導遊究竟會導你去邊度呢？咁大家呢應該都心裏有數啦。如今嘅石塘咀既無石又冇塘，更加冇人會咀你一啖。但係喺300幾年前呢度呢，名副其實，佢真係一個地名嚟嘅。大約喺明末清初嘅時候，因為戰亂，中國好多地方嘅難民都向沿海嘅地方遷移，有一啲遷到去惠州嘅客家人本身係採石嘅工匠，後來聽講香港島上面有好多可以採掘嘅石山，於是乎就同班同業同埋鄉里喺沙頭角附近嗰度渡海過嚟香港島。喺島嘅西面嗰帶嘅石山，大部分都係用途多多而且容易採集嘅花崗岩，而且因為近海方便運輸，所以呢班客家人就喺度定居，以後就以採石為生，就係咁俾佢哋掘下，就變成咗一個石塘。而石塘向海嘅嗰一邊，因為又尖又窄，所以如果從山頂上面望落嚟嘅話，就好似一個雀仔嘅嘴咁，所以呢個地方就俾人稱為石塘咀啦。而去到清朝嘅乾隆年間，有一個姓朱好識做生意嘅石匠，就喺呢個地方度起一條村俾嗰啲家屬定居。呢個村就係石塘咀村啦。呢個地方由原先一大堆嘅石山變成咗一個挖空咗嘅石塘，後來又被填翻平佢，再加埋填海所做出嚟嘅地，原先嘅石塘咀一早已經消失不見。但係呢個古老嘅地名就一直流傳至今。我係陳老師，得閒無事講下歷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